親手開槍射死喺呢度。今日我會將叫做巴德爾嘅犯人送去法庭，令佢接受法律嘅制裁。博德爾佢上任半年，送咗200個犯接受死刑嘅差人。巴德爾佢半年之後殺咗2個人，一個係佢老豆，一個係佢老母，簡直禽獸不如。所以我再開始喊啦，再開始喊，你會死㗎！而今日我就俾佢見識一下法律嘅力量。我夠知道，我今日就係嚟迎接命運。而根據我嘅推理，佢應該就喺呢度附近。因為見到佢喺邊度？呢位普通市民，阿 Sir，我而家好嚴肅咁調查單涉及動物倫理、心智發展、個人成長嘅殺人 case。你再唔走話，我會以阻差辦公名義送你返差館。Sorry，喂，請問你有冇見過一個叫做巴德爾嘅犯人？巴德爾啊！我醒起啦，巴德爾咧係我以前個名嚟㗎。不過咧，佢已經死咗啦，你哋唔使再捉佢㗎啦。你點樣證明你係巴德爾？你點樣證明你係差人先？咁唔通我拎過你把槍，我就係差人咩？5秒之後，佢就對天開槍，然後打死隻仔。就憑我呢把槍，可以證明到嘅一切。我係一個警察。Bring out。喂，你醒啦！快啲起身啦你，因為我都俾人當做殺人犯㗎。喂！拉實！我把槍都咪對住你開，而且都冇流血。呢度唔會有雀仔飛過㗎。你睇唔到佢，唔代表佢唔存在。佢只係隻畜生嚟嘅咋，成世喺個天空上面飛嚟飛去，唔知點解生存，唔知點解食飯，唔知點解拍拖，唔知點解繁殖，就咁唔知點解就死咗。橫掂死同唔死都冇咩分別，死1兩隻有咩所謂啫？你同情佢做乜嘢啊？人都係咁啦，死2個有乜所謂啫？你有冇同情心㗎？我好有同情心㗎。每次我親手捏緊人條喉，我都覺得比捏住嗰個係我自己，就咁試完2個啦，我就諗緊點解自己仲未死嘅。我而家俾2個選擇你：一，跟我返去接受死刑；二，就係揾個冇人睇到嘅地方，然後自殺。我扮冇遇見過你。自殺啊！我醒起啦，試過好多次啦，死都死唔到啊！有一次我吊頸啦。咁我見到條繩製作非常精美，堅不可摧。條繩你綁咗咩結？係冇咩結啊？黃結。冇咗黃結，我諗住講今次實冇死一定死，點知我眯埋眼，再擘開眼，成個人彈落地下，條腰同我3日條繩佢哋解開咗喎，係咪好神奇咧？呢一世上面冇神奇2個字，一切都係透過科學同埋邏輯嚟解釋。你想吊唔死，就有3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條繩斷咗，你跌咗落嚟，你冇啫，但冇可能堅不可摧嘅嘢，佢唔會斷。所以仲有第2種可能性就係有人望到你解開咗條繩，放咗你落嚟，但都冇可能。佢作為一等良民，佢會報警拉你去差館。如果唔係，佢都俾我拉埋。所以只有第3種可能性。條繩係我自己解開嘅。當時我失去意識，身體要我命不該絕，於是我1個後空翻，打上天花板，着腳尖咩解開條繩喎。好合理嘅推測，原來你都係有理性嘅人，咁你就更加承擔你理性帶來嘅後果，選擇帶來嘅痛苦。我唔係人。你係人，相對比我198個荼毒青年思想病毒傳染犯，論罪行，你都真係普通人中嘅普通人。好多人同你一樣得把口話想死，但又唔夠姜真係去做，咁樣就度過咗成世。不過唔緊要啦，好彩今日都俾你遇到我，但我都係仲好奇一個問題，其實死亡邊緣係咩感覺？死亡邊緣嘅某一刻，我頓悟咗生命嘅意義，
身體橫掂點死都活咗落嚟，所以係命運要今日俾霍德爾親手殺死。我冇殺過任何人，殺人唔係我嘅初衷。咁你點解做差人啊？我做差人嘅初衷係遵從、支持及維護法律，以不畏懼、不徇私、不對他人懷惡意、不得失他人及忠誠努力的態度執行職務、行使職權。你做差人有初衷嘅咩？你老豆成世唔知為乜，你老母成世唔知為乜，你喺你老豆老母都唔知為乜嘅狀況之下生咗出嚟，所以你成世都唔知為乜。冇錯，所以我上任第一件事就以阻差辦公嘅名義將我唔知為乜嘅老豆老母送去死刑，咁樣就可以證明到我同佢哋唔同。以前嘅霍德爾，佢唔知自己做緊啲咩，但係而家嘅霍德爾，佢好清醒，所以佢選擇做一個差人。你自己做差人啊？遵從、支持。咁即係你好唔清醒啦！乜你好清醒咩？我有話過自己清醒咩？得你先話自己清醒咋 Sir？命運對我嚟講就好似太陽，我只係隻跟住太陽飛嘅畜生，唔需要清醒嘅喎。你唔需要清醒啫，我要清醒㗎。你要清醒做乜啊？清醒需要理由咩？唔需要咩？需要咩？唔需要咩？需要咩？唔需要咩？需要咩？梗係需要啦！一切都可以用科學同邏輯解釋，你係堅定嘅理性主義者嚟㗎嘛？嚟，清醒唔需要理由嘅3個理由。清醒唔需要理由嘅3個理由。1、2、3。殺咗佢，定係放咗佢？到底邊一種嘅選擇先更加符合我嘅身份？殺咗佢，我就冇繼續做警察，我就變成一隻雀仔，仲係一隻見唔到太陽、飛唔起身嘅雀仔。放咗佢，我可能就遇到第2個、第10個、第100個、第200個巴德爾，我都冇辦法逃避呢個痛苦嘅選擇。如果頭先打雀仔嗰粒子彈，佢識得有自由意志，佢自己避開隻雀仔，隻雀仔冇死到，咁樣我咪就唔使做呢個痛苦嘅選擇。如果我冇做差人，咁樣我咪就唔會遇到巴德爾。如果我唔係霍德爾，如果我冇出世，如果我漫長又充滿罪惡感嘅一生，係一場自編自導自演嘅老土悲劇。咁我唔好嗌咳，然後由頭嚟過。霍德爾，你仲黐線過我，真係太正啦！一般人諗到呢個地步已經吞槍自殺，但係你到呢一刻你仲揾緊原因揾解釋，你仲未拋離邏輯，但邏輯已經遠遠咁拋離咗你啦！冇邏輯咁出生喺一個冇邏輯嘅世界入面，再喺一個冇邏輯嘅世界入面尋找邏輯，本身就係件最冇邏輯嘅事。天才！冇邏輯嘅唔係我，而係呢個世界。我明白啦，我哋每個人得一次嘅生命，應該由自己嚟選擇。既然上吊係你嘅選擇，想死係你嘅自由，咁我唔應該阻礙你追尋你想要嘅嘢，唔應該阻礙你追尋自由。所以，我嘅選擇就唔選擇。你咁中意科學，我哋嚟做實驗咯。呢把槍5秒之後會卡彈喎。你把槍喺你個頭度射落去啦，唔需要再猶豫㗎啦。我哋究竟係命定定係自由嘅咧？俾我試下，俾我試下，俾我試下。5秒
秒之後，呢把槍會卡彈。我而家好有活着嘅感覺啊！哇！我呢度見到太陽喎，Jesus Christ！我唔信有 Jesus，呢把槍5秒之後會，佢會卡彈。哇！你冇嘢嘛你？你冇笑啊 Jesus fucking Christ！我連 Bell 都可以控制，點解唔可以選擇自己嘅人生 ？Bell 啊唔該。你對住邊個嗌 black out 啊？你可以控制到 black out，只不過係命運俾你嘅假象，而你對命運本身嚟講，只不過就係紅色、紫色。OK，拉實，任何人都殺唔死我，連我自己殺唔死我，因為得你先可以。呢一幕我已經做過好多次嘅。我係自由嘅。係，你係自由嘅。如果自由對你嚟講只係一種心情，你咪當你自由咁殺咗我咯，唔需要再猶豫㗎啦。咩係 D 點啊？